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寶 B， 你多歲？今年25歲，結咗婚未啊？我結咗婚，想唔想去香港？我想去香港。好啊，你介紹下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寶 B， 今年25歲，我結咗婚，我有一個仔，我係基督徒，我之前做過係內容連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對中國上口時，正解正要正單炒菜煲白粥煲湯，我學過點樣照顧老人家好時，帶公公婆婆去廁所，幫公公婆婆換衫，幫公公婆婆沖涼。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好時，幫佢哋沖涼同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 好時，餵 BB 飲奶，幫 BB 沖涼，幫 BB 換尿片。我中意寵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兔仔、貓仔同埋狗。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賺多啲錢。我一定老實同埋聽話，希望先生太太請我做工。多謝晒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